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出名大会。我哋下係到土然農業博覽會嘅燃氣現場，我後背呢片呢就係客家工藝館。土然博覽會係到新屋，呢個客家種，其實從去年嘅市應運開始呢，就打破紀錄了嘅入燃參觀嘅人次哦。今年4月頭呢，就會正式對開幕咧。準備大會邀請到土然市場常文產來到呢個鄉親共下來分享討論哦，就係記到規劃嘅農業博覽會到底係凸顯嘅哪條土然嘅農業核心價值，還個對在地鄉親來講，就得帶動到咧新屋地區也順條種條嘅發展模而用嘅做咯。準備大會基本要請大家共下來到呢關係了解農業博覽會。好，歡迎大家你下度聽恁講條來到開會討論嘅現場哦。今日天氣阿蠻好，你所有嘅新屋地區嘅鄉親朋友也阿蠻熱情對到關心哦。你提鳳凰嘅大事情，就係那個農業博覽會對眼皮進行到開幕了。你基本也特別邀請到土然市場常文產，今日我用一點鐘嘅時間對到你嘅鄉親朋友，還有電視機挑戰嘅觀眾朋友，好好地分享介紹你嘅土然嘅農業博覽會有哪條內容。當然，首先為大家介紹是我們桃園市長鄭文燦。大家好，我是桃園市長鄭文燦。歡迎市長。你客家事務局嘅局長蔣捷安，蔣局長也來到現場。大家好，大家好。新屋區嘅區長戚通志，戚局長。各位鄉親，大家早。好，今日係提鳳凰嘅大事情咯。你提鳳新屋嘅客家鄉親朋友，大家好，你都早。大家都熱情吼，講到呢個新屋啊，其實不只是在地人，全國嘅鄉親大概有幾個關鍵字，比如講係客家種，比如講要動到嘅批通，還有必通啦吼，還有動到嘅那個天 Q， 好，還有那個桃園的3號香米也係全國都有名嘅，當然還有鵝肉吼，所以大家講到那個新屋啊吼，就想到要動到嘅這個關鍵字，咁個到底到土然新屋區那個素材係用一個客家種，你透過下部嘅樣片向下嚟看。土然新屋有差不多6000公頃的農地，唔單止東平，還有東道的比塘、西關海。但是同派的抗爭無相關的係新屋或海巡，居民除了耕種，還有海巡居民做嘅漁業。新屋有救上客家藝術，一隻當單純的客家種啦，吼。除了保存當傳統的客家農種，因為一隻生態以外啊，另外有一部分吼，像呀田谷啊，吼，還有雜也色紋的吼，一條當鐵皮的鐵石啊，吼，就都一道客家種都得看得到。在地居民主要係師傅，呢幾年嗰頭農界場嘅研究，培育出土然3號新香米。一方面係用污染的香氣做代表，另外一方面係對安眠嘅時同外界講，新香米係對新屋培育出來嘅新品種。氣候讓土壤方面比較較適合，所以講他研發這種桃園3號的新香米，所以在這邊哈，人家今年內啊全部得到嘅桃園冠軍米嘅殊榮啊，也有生產那個有機米這樣。一些專家就是有告訴我們說，其實我們新屋的就是風的話稍微大一點啊，然後桃園3號就是一些香米的特色，就是要有一些就是稍微惡劣一點點的環境，它才會把它的香味所把它提升出來。連接新屋一天一發發寒天個鐵皮寒溫差10分態。長期受到東北季風同有染風的海風，建採出來新香米變做新嘅香米品種，都受到歡迎。為此創造起嘅新屋生命循環，同發開農地開墾，打造出五米之鄉嘅環境。
你甲客家老主讲啊，把公年前都对都突然个幸福俩偏对亏欠吼，俩仅仅系动将改都回顺挑改俩改哈种哦，所以这个真的是鱼米之乡啦。当然，今天的桃园农业博览会即将要在4月初就要正式开幕。不过呢，我要先开场就要请教我们的郑市长，桃园的农业博览会内容丰富，可是为什么会选址要设定选在新屋呢？新屋是桃园最大的鱼米之乡。那大家想到新屋，有想到香米、鹅肉、永安渔港，想到客庄的风情。那我决定在新屋办农业博览会。当时很多人问我说：“那大家不认识新屋，那如何可能办农业博览会？”我们去年第一次举办试营运，来了好几百万人。好，大家发现原来农博也可以展现出这个新屋的魅力跟桃园的特色，也展现出台湾农业的潜力。整个新屋来讲，它的良田万顷。那我们农博基地在永安渔港附近，那这里有30公顷。那我们去年盖了8个馆，今年呢一口气盖了25个馆。是。那我当时就选择了几个主题跟主轴，就是要做循环经济、地景艺术，还有绿色生活和科技农业。我们希望整个展现出来未来台湾要走的智慧农业的方向。所以农业不只是农业，它也是一种生活，它也是一种价值。所以我希望把这样子的农业博览会把它深化。所以今年的25个馆呢，都非常有特色。是，那所以呢，我们共同农业嘛，想到是传统农业，实际上现在农业走在新的时代，有很多新的元素要加入。陈蒙刚刚我们的市长来跟我们介绍说，我们的桃园农业博览会呢，它可能是一个传统农业的，有一个多元的内容，更有一个科技农业跟智慧型的东西会导入进来，让它变得更丰富。我们来看到其实桃园农业博览会呀，它正式开幕活动的期间是在4月4号，总共办40天就选在我们的新屋。4大主题：循环经济、绿色生活、地景艺术跟科技农业。感觉起来这几个循环或者是地景或者是科技，是不是跟这种偏乡或小渔村或传统的比较这个落后的农村会不一样？到底这个落差或者说这个突破是有哪些着力点？我们可以好好来讨论。那我们就要很好奇来请教，刚刚市长说了原来设施或者主题建物还增加了2、3倍不止啦。我想先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纵观的这整个园区的内容，你有没有特别推荐的明星景点，或者是有核心价值的这个馆舍内容给大家？我先让大家知道我们总体的规划。那当然我是希望智慧农业、绿色生活是未来我们走的方向。那30公顷有6个展区、25个展览馆。是。那么其实我们用的预算其实不多。我们桃园市政府那么连续2年编列了8亿7千万的预算。那我们上次试营运只花了3亿多。是。那相较于像台北花博花130亿，我们桃园真的花的很少，那效益也很高。那所以我在规划之初，我就参考了宜兰的绿色博览会、云林的农业博览会，还有包括屏东的热带博览会，以及台北的花博这几个特点。那我觉得我们桃园应该可以展现科技加农业加文化加生活这4个面向，把它整合起来。所以我们每一个馆都要找出主题特色。那比方说我们这里是客家区，我来讲一下客家工艺馆。我们是把客家的三合院把它放进来，像今天大家看到这个客家的小的土地公，伯公、八公庙，八公。好，这就是客家生活的特色。是。那像客家的竹编，好，这个就是就地取材。那我们的客家工艺馆呢，总共用在三合院当中，那呈现出客家的工艺，大概100件作品。那范围有10几种。好，从这个竹编到蓝染，到各式各样的这个木工都有。市长，像这样的客家主题，在你刚刚讲的宜兰的农博、绿博，或者是云林农博，好像没有这一块。他们没有，那我们把客家这个主题就把它当做一个特色。那你看到整个三合院外面还有客家生活的这个意象，好，包括菜园，包括皮糖。那如果你也可以来做 DIY， 好，做一些客家的工艺跟美食。那
所以族群文化是一个特色，但是我们对想到桃园是，可能你自己也讲过，桃园就是一个工业产业的聚落。对听说工业产值其实比农业的规模要高很多。那桃园的农业核心，想在我们的农博展现的那个是什么？我想我办农博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让大家看到农业跟农村的价值。那这个农业跟农村不是只有复古跟怀旧，而是朝向未来。从传统走到现代，走向未来，所以未来的农业还会存在，未来的绿色生活也是我们的方向。你说到像这个科技农业，事实上我知道我们的园区还甚至有无人车啊，这个很全球的尖端的技术。不过我好奇的是，像我们今天在座有很多都是新屋在地农民，科技跟他们种稻啊、种有机青菜啊这些，他们怎么透过农业博览会来得到一个教育，或者是说会有一些展示呢？我想每一个文化的背后都有它的价值。我刚才讲说客家工艺馆，我们看到客家人的勤俭朴实，但是它这背后有一套价值体系，就是爱物惜物、就地取材，与自然共生。这是客家在不论是这个山客、海客、都会客，这3个区域都有这个特色，所以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把它展现出来，那我们年轻的一代才可以了解什么叫做客庄的特色。那这个对农业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农业一样要创新，比如刚才讲我们的桃米3号，桃米3号是全国的冠军米，每一年都拿冠军。那我们这边呢，除了可以做成这个像寿司米、月光米以外，其实我们把它做成米香，就是米乖乖。那这次农博我们会发很多米乖乖，让大家看到它的特色。那至于说我们这里的这个农业创新的方法非常多，这个从畜牧、茶叶、这个稻米、蔬菜、水利、农机，你都看到，还有养蜂，这个花卉，包括新屋的锦鲤，这些种种的各式各样的农业，你都可以看得到很多的科技的成分。所以呢，你个农业博览会啊，咱办到新讲本大家困都动都改好事情啦所以其实在这个筹备期间到现在要准备正式开幕2年期间，在地方上来讲就带起了蛮多的话题啦变成是在我们乡村聚落之间，大家有一个新的一个愿景或期盼，大家可以在口耳相传来讨论。那现在来到我们村民的时间，想听听看，其实大家是怎么对待我们地方上要办的这样的共同的大活动，有一些什么心情、什么感受、什么提议都可以来提的。我们先请这位穿红色上衣的大哥。我想刚刚市长讲到新屋喜事，桃园的盛事啊这不是口号啊。去年农博试营运，今年结合我们市长特别我们青年农民增设了地方在地元素本身养蜂，去年也是第1届青农在这里那个替乡亲们服务啦。今年我们看到市府团队对于我们地方的产业锦鲤。一些农特产品、客家文艺公物馆，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市府的，如同政绩一样，对外一个宣导我们农业县市。你觉得今年来讲跟去年来比，你有看到什么新亮点呢？亮点就我们市府的主要的诉求就是把我们农民的我们在地的元素，还有客家的元素，把它呈现给我们那个各个游客，这样好像是设计过的橱窗一样，可以让全国的人都看得到。所以在地方上的盛事期，大家都很支持，也很希望参加。好，先谢谢这位大哥，还有改立总。当初我本来咧看一片猫草晚窗啊，看了出比因为蒙古卡时啊，有都气装慢慢繼續要見到要推展，那時裝要更加用力，本來點講從呢個沙漠綠洲樣，你講我睇暗部條前頭嗰啲山坡，假日難免原因，我出差我冇想哎呦。台15線會塞車吧？所以跳過了偏心屋又冇物嘅公然客，暗部西頭做得去往了嘅冇？冇，啲暗部條做山坡要火要物嘅，佢晚上更加較多嘅溜了，成因突然溜過啊嘛。所以大安公園雖然大，但是
我觉得它空气输我这边了。采体凤改立民宫哈，本来过去是这个荒漠，可是现在好像变魔术量有一个新的去处，而且这个去处这个丰富的内容还等着挖掘啦哈，又对体凤类宫也一回发展。该安尼改新屋去改去总要类都现从去总强门哈。其实哈，市长一开始选定新屋，希望在这个偏乡注入活力、注入资源，让大家看到这里的客家庄跟农业的发展。第两个农业博览会从去年试营运盘到了下，对体凤来讲又感觉到体凤发展方面又马该带头。去年试营运给我的感想，幸福快串趟全客满的，真紧哦，菜卖多3.2末是的，鹅肉都吃掉好几盘嘿，吃了很多，餐厅生意都很好。所以俩体凤商机部分就有起来了，人潮也有增加，每个摊位通通赚到饱饱的。好，谈到了，新闻一，来我们再请那位里长。本来你俩片在大永安地区是最偏乡的一个位置哦。不过俩俺就咧老你市长讲无伊咧迄款了线来到人乱老你早教文化食物文化来条走一条共同的经济体我想俩对地方的帮助会增加会多人会咧老市长建议是你俩路跑人口到自行车人口基本多你认为俩条很咩咧设在你的路跑的专用道路，然后你商台专用道路变成一个绿色廊道我想俩点为了从个新北提起的所有的观光人口、生态旅游人口然后在地方的结合俩个所在，紧加个咧设一个教育园区，把外来的人口，把外来很多观光人口带到这个整个的教育园区里面甚至也建议我们的市长成立一个环状的一个公车系统。是让更多的游客来到地方以后可以驻足，然后不用去为了交通问题，因为整个沿海的早教地区跟石湖文化地区，那边的交通的一个流量是没有办法符合一个各自开车，如果有大众运输系统，那会更方便。是，所以从交通接驳的方面来讲，其实就希望这个不是短期活动，可以永续的这个来使用，发挥效益。当然，希望这个农博场地未来可以继续的营运下去那对地方的帮助才是有正面的实质帮助。那这可能要请我们的市长跟我们市府团队多多的用心，谢谢。抢错，该搞表顺调改，来改向请你好。俺是想讲，我拜托市长呢，你做安好的为所，做安降的为所呢，我要去允许。经营持续，莫做好是拆开开始当大手啦因像你按发的为所按到官场呢，安排本来做其他的会议场所、环教场所才当好啦唔是讲某因为变数，俺就当做职工，当做职工为了填收咱去下部里的职工，俺沙派里的职工要强下来打拼，来到遐的为所环境来种到当墙里。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市长要补充一些，市长你请坐就可以了。没关系，我站着讲。其实农博就是要社区参与。我们桃园办所有的活动都强调让居民参与。但是我想第一不要收费，让我们的新屋的农博可以打响名号，是让大家认识。那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要让大家认识到我们桃园农博的魅力。今年一定是魅力无法挡。今年一定是满的人潮。4月4号儿童节开始，5月13号母亲节结束。是。那你可以看得到，而且这个期间呢，25个展览馆有50几个亮点。是。那这里有将近300场以上的活动，所以未来这个农博是充满了一个，不只是有动态的、静态的展览，动态活动也很多。那当然，农博结束以后，这个园区也会永续经营。是。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得到，已经接近完成的农博，我们的这个固定的建筑物很多，是，好像我们的主展览馆叫做这个我们的绿色方舟，好，大家都知道圣经故事诺亚方舟，以后的人类还是需要农业，农业是我们的生存的根本所以叫做绿色方舟。那但是我知道来到这边大概走完30公顷需要1天。所以现在我看很多那个社区还有社团都是办半日游，那他们是选择其中几个展览馆，因为25个展览馆，我刚刚看了4国农业文化展，我就这样浏览一次，很快没有全部都看，
就要大概1个小时。这个活动呢还没有正式开幕，不过地方的乡亲已经在喊话要办久一点了啦哈。那像现在为了这个筹备这个正式开幕的人，有很多的这个设计，不管是频繁的交通接驳或者各种软性的导览服务，都建置得非常完备。只是这些缜密的设计跟服务怎么样延续到活动闭幕之后呢？还没开始，大家已经想到未来长久之路。现条个下不该样片，你好好的起教讨论，了解观察，用个好好发挥自己功能。请启动。2017桃园农保7人运带起话题打卡热门景点太天王神秘秀列岛，8日电期23日之内，从出踏入2300万人次提供了，桃园当日踏入56.4万人次。桃园市政府认为，比起强化模式的台北发布，271日内踏入896万人次，桃园当日5万人次，桃园农保的效益1好。除了建制展区的一些效益以外，周边的旅游景点、吃的、我们的一些吃的旅游，还有一些民宿，通通都有创造这样的一个还蛮棒的一个效益。那至少推估是有20亿以上。桃园农保用2年8日预算有请国家企业赞助，但是地方民众对农保的期待，唔但请系了1年的电期带来的效益。感觉就得按成因搞的游乐设施嘛，又这样个固定的东西，唔是大家去维护啊，大家去维护的，大家还走在起该这地方聊，莫感觉该花很多钱，还是荒废掉样因。至少你讲醒目来讲，你讲到以下讲到醒目桃园醒目太家低啊，该就该从上边跟这个小鸭一样讲下来，醒目就醒目知名度就慢慢提高了。对日口意向2条太金利电缺醒目，除了农业，还有休闲观光产业的研发同金利。桃园农保电期结束了后，桃园市政府按算同园区转型做环境教育场所，所以比起7人运时期，当多干那是用帐篷，今研发是树草，也是公共建筑。但是园区历清检的景点均按5讲，使用5分钟的路程，附近没有贴片的地标，是不民众去了。过后交通同相关维护列岛，还需要更加多的规划。好，你讲到那个台湾盘农业博览会啊，某种程度就是在盘整地方上的各种丰富资源。那另外一方面也像是一种威力展示啦哈，在对外改、对少改、多代采提又乃掉有竞争力条件的农业产业，还有多元的文化。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年轻的朋友哈，我们来听听他们对今年跟去年从世云办过来的农业博览会，对他们未来这个要养家活口的这个主力产业，他们有哪一些话要说？我们先请这位先生。那我个人目前是水稻耕作，那我未来的发展是想要走到有机，我目前是友善的方式。我想要提到水的部分是，我们桃园的工业跟农业都很发达，那可是因为工业的产值比较高，所以很多人都会在农地上去盖铁皮屋，去发展工业。那加上我们的人口也多。那我们很多会有一些家庭废水，或者是一些刚刚所说的一些铁皮屋的一些废水排出来。那在我们的田地当中，它没有地方可以排放，所以它可能会排到我们的灌溉用水。所以我想提出来是说，市府这边是不是可以帮我们研拟一个办法？我们今天不是要做抓耙子，我们来去投诉我们的亲友邻居这样子。我们只是希望说提出一个办法，说是不是可以改善他们排放出来的污水的问题。很想做有机、做友善农业，但是现实的环境，这个污染问题可能要被排除的。对，我目前我的土壤跟水质都有去检验，都没有重金属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个人比较龟毛，我是希望可以提高更高的一个品质给我们的消费者。好，先谢谢你，请坐。谢谢。还有隔壁这位先生。我们因为农委会现在在推5年2000公顷的那个温室搭建嘛，是。如果说市长这边同意说，在桃园只要在桃园搭温室，我们如果遇到天灾、遇到人为的破坏，那我们就全额补助的话，那我相信在1年内我们桃园的温室会成长得非常快速。那自然是有保障，大家从农业可能更高。先谢谢你。不知道其他的年轻农民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对这个农业博览会，对你们将来往后的农业生计是可以产生比较积极的作为的。我们先请这位先生。去年的经验，我就在想这个问题说，我们的农博去年的那个做得很成功，那今年的话，准备要正式开始啦，正式对，然后场馆更多了，是，那这个是一个大概一个周期的一个活动。那这么好，这么多的预算在投入的时候，它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经常性的一个有收入的一个状况？那刚刚有2位里长，他就反映到说，他是不是可以永续经营？那跟我的想法是，完全是一样。我的想法是说，是不是在这个农业博览会创造一个所谓的桃园农业新创加工区，或者是加工园区？它具有一个营业性质跟观光性质。那我们配合政府现在迈向把农业带到6级产业的时候，加工厂是我们做农民的是一个很一个很欠的一个硬体的设备。就是说我在我的牧场养殖，可是我经过加工之后，我可以到都市去贩卖。还有各位其他农民朋友，我们是客气哦，会卡收哦。去年我哋的农博做到东兴宫，去年农博很成功。后背变成放布，我希望今年做到好啊，后边去染色海，莫像去年哦，后背变放布。对我呢度菜的人长肉质加切啦。我还一点还有一点是，因为我本身的翻坡自果，我希望。全国的农民大家对遐个东西啊，食来东西垃圾啊，莫乱挑啦。目前我也希望讲，我哋政府机关要发布工商出去，来绕口，该通爽啊。你的食来东西莫乱丢，污染到、损害到我哋耕田人，我哋当麻烦。哎呦，我谈到你的意思了，西蒙尼，谢谢。好，我们这里有一个主轴哈，其他乡亲朋友要回应。你俩下办到农业博览会顺挑哈，出体了解共创智慧哈，大家实际的这个在地的居民又有哪条感觉要做对对反映呢？我先整理一下，相信大概2个原则问题。第一个是第一线农民的声音，第二线是说实际这个活动办得很盛大，但是对周边的居民来讲，那个友善程度可能内容需要更多的配套。其实我很谢谢附近的居民，在这个工地的施作期间哈，从不了解到了解，那从不晓得农博办什么，到来这边，有的送茶水，有的来送点心，很支持。我是觉得过去台湾的农地管理没有分区管理的政策，所以核心农业区一样有很多工厂，那有的是合法的工业用地，有的没有合法，那不管合法不合法，只要污染我们就抓，所以这个是基本原则。污染一定是抓的，这个不会让它。那以前的农田水利会是采取灌排两用，它的灌溉水路跟这个排水是一样的系统，没有灌排分离。这个是过去累积的问题。所以以那个有机农业来讲哦，有机农业有规定，它离工厂不能多近，它要认证。它如果离工厂太近的话，就算工厂是合法的排放。放流水标准合格，它的有机农业认证不容易过关。所以这边新路要发展有机农业，必须要把工业区跟核心农业区要分开。那其他一般农业区那个是不能够发展，一般农业区没有办法发展有机农业，因为它的等级没有到那边。但核心农业区可以发展有机农业。那个农委会跟农粮署他说到目前为止。我当市长已经3年了，我们拿到全国第1名的奖项占了全国比例是最高的，而且第1名都落在桃园，所以未来新屋这边要发展有机蔬菜、有机农业，就是要再把核心农业区的整个排水系统由水利会拉到水利署、水利总署，未来的水利总署要把灌排分离好。那目前我们以前新屋跟观音没有下水道系统，我们提出了像全市啦，目前只有观音跟新屋还没设置。我们向营建署提出要设观音新屋下水道系统，总经费是90亿，要把观音跟新屋的家庭生活废水也要收集起来处理，那
让工业废水、家庭废水都可以处理。我想这个就是未来的政策。农博结束，我们转换成比较这个密度不那么高的营运，会继续营运，然后也会让它成为育成基地。将来农博既是一个观光的智慧农场，一个农博公园啊，也是一个这个青农的育成基地。我们把所以市长也是维持一样30公顷这样的园区面积吗？对，这个面积不会变。哦，那这个主要馆舍我们今年已经考虑到了。今年你看这个固定式、永久式的馆增加很多，将来这里就是青农的育成基地。我们会遇到问题，可以在这里讨论。那我们这里的销售呢，这里是打品牌啦，也会有观光客来买，因为来这边不是买米买菜，这个农博不是一般的那个购物中心啦哈，农产的那个市场，因为这毕竟是在新竹鱼米之乡的产地。我们在这边是要打品牌，把品牌打高。那将来我们还是要寻找商业的，像家乐福、Costco， 还有我们大型的通路全联社。让他我们现在慢慢请他们买我们的青农产品。市长，那我再进一步请教，您刚刚说的这个园区未来的利用，是会留下来继续用，馆舍不会拆。对。那我想请教，那在人力的部分，到时候是空的馆舍还是怎么样？我们会维持最低可运作的，因为这里面需要人力非常庞大。这边要的保全、志工加解说、加清洁，加上交通管理的。包括这个整体的管理的维护人员在农博期间会高达2000人，那平常不可能用2000人来营运这个农博基地，所以在展览结束后，我们会用最低程度的营运，让农博可以继续。希望每一年大概农业博览会每一年更新3成到4成左右的展览内容。那其实我们今年更新的度是100%哦。今年更新度100%，好像刚你们不了解的水利问题，水利馆可以看一看。我们这里有一个水利馆，把桃园的埤塘水郡跟水资源管理做一个完整的介绍。有个气象馆，有把我们农业的12节气的气象，你刚刚介绍过。对，气象馆让大家了解气象跟农业的关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环境教育的一部分。希望将来这个部分还可以维持营运。是。桃园市政府对这个农业博览会投注了相当多的心力，不管在科技、农业、多元族群，还有文化的展现上，在核心价值都已经建制得很完整了哈。既然已经从这个原本30公顷的荒地，立马变出了一个非常丰富深度的一个展示区，那市政府也承诺宣示这个园区并不会荒废掉，仍然是所有周边的市民，甚至是全台湾的乡亲朋友做对好好的利用。你过来探讨其实都是去到你个生活那个农业博览会，嘛个是客家文化嘅提升，也做得到农业，因为透过客家人到农业都系强下嘛了解文化嘅部分，用就这种人文特色，用到了解农业博览会也做得亲眼本大家看到，了你下一轮会讨论嘅焦点。桃园市客家欢迎来了。桃园农博按照4月初4开始到3月15申办公揭幕的只系客家工艺馆，唔但将外观系照李腾凤的老屋，还透过 DIY 的口墙呈现客家的百工百美，和本民众认识抗年的生活智慧。安啲下都开始宣传，都冇到对发扬，让大家认识啲东西啊。日节幸福同时，咪系客家冲进今年农博到康泰电器的同时，咪同客家美食表演去电器，我帮民众学到菜体的客家美食。其特色就系用客家传统的斯文丝草来做一只主题特色，有分也像人家就推出几盘的土产，还有咸菜干、排骨一种土产，都有客家美食。除了客家工艺馆同美食，到去年4月允许4年的日头人生秘书，今年加入种香草含有温室果子，国家空气造水机来提供训练，用循环经济的概念打造自家生产、自家供应的园区。既有的太阳能板以外，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就是可食地景。那里面会有很多一些香草作物啦，或者是一些可食用的一些植物。那整个结合生命树之后，它变成是一个很疗愈的一个花园。那它旁边还有一个智能温室，它是一个环控的。
桃园市政府强调，桃园农业博览会同配合威少的农业博览会，望强款的系统现体的威少，唔单止系统农地方做唔咩临时的场馆。巡防还有消耗垃圾清洁区列到政府居民生活的相关场所，除了帮民众看到农业同科技的结合，mehr融入政府的采体生活。好，另外盖阳平，我们看到李腾芳古宅算是桃园市的2级古迹啦，是我们典型的赵安克的建筑，非常的美轮美奂。那现在也等于是异地重建，有一个新的这样子一个馆舍，来包含蕴含像你现从捆到了解这种老师傅的竹编工艺，你哈嘎你要做到阿曼展丢，该中 Q 中医吼，要有特别强文的哈。像我们做的这么好的客家工艺馆，准备在正式开幕，让乡亲看到。我们好奇我们客家乡亲未来跟现在可以怎么样跟他互动，怎么样好好的利用机呢？桃园有85万的客家人口，係全台灣7多客家人的一個演示。桃園省嘅策協市以來，鄭市長給我的桃園客家的政策，有3大主軸，就是希望客家走入生活，客家連接歷史，客家結合城市，這3大主軸。告訴人家的其實係都食衣住行娛樂，全方位在推動客家。120-100嘅農業博覽會，其實客家區附近咧，25個場館裡都做附近2個場館，有2個場館，對，客家工藝館、客家工藝館，還有好客食堂、好客食堂。客家工藝館嘅部分咧，人家就就講外觀，人家就用嘅係桃園市唯一嘅國體嘅古蹟，趙安客李騰芳老屋，李騰芳古宅，一個建築嘅設計。跟內裝嘅部分，人家就要邀請17位嘅客家工藝家，超過100件嘅作品，像藍染啊，還有竹編、草編，還有木箱等等，當將嘅工藝品，人家就用情景式佈置嘅方式，本大家來感受到客家工藝之美。那我呢，就講。人家就現場有安排客家語文表演，還有DIY 嘅工藝嘅體驗。我就希望就到客家工藝館裡度做得本大家呈現呢，就講客家人愛護惜護一種生活嘅智慧。那我呢好客食堂、好客食堂。這普通嘅傳統嗎？普通餐廳嗎？其實就係農業博覽會主要嘅傳統就有客家區附近。當然，因為新屋有93，就係客家人有90%的客家人口，嗰時呢傳統來準備客家美食料理我想係親適當嘅啦人家就客家區希望呈現本客家就係桃園客家種嘅好人情、好美食，嗰時歡迎所有嘅民眾、所有鄉親朋友。2018農業博覽會，我記得來人家就桃園的新屋老了。我們蔣局長已經提出邀約了，放出英雄帖，希望所有嘅客家鄉親也係台灣民眾做得好好的往了。謝謝鄭市長。其實你在很注重人文特色這一塊，對族群在桃園來講，桃園真的是寶地啦，族群多元，你對族群文化這一塊非常重視。所以在我們的農業博覽會跟其他的博覽會一個不同的一個很大的亮點，在於族群文化。來談談我們農博你看到的客家，你看到的族群。桃園其實是多元的，那多元代表有不同有差異，那多元代表的不同的魅力，那是魅力，所以每一種魅力指數要把它拉高。是。那我想不管客家、閩南，或者是我們這個保存的像那個滇緬的雲南文化，或者是我們。我聽說這裡馬祖人都特別多。對，我們也有個馬祖館，那個馬祖館做成戰地造型。是。那像這些都是我們多元的特色。那其實我們農業是用農業導引到生活，導引到一種包括工藝、美食、文化，讓大家認識。人民百姓的生活面面觀。對，所以農業博覽會的目的在於說，讓我們重新去認識這個農業的價值。那未來的綠色生活該怎麼走？所以這個是有一個大的架構來看。那我們去年地景藝術跟今年也有一點不同。去年我們生命樹在路口，那我們今年還多了風車。是。那去年的巨人農夫呢，是
这个地景的造型。那今年就改成这个木桶，今年我们用草编做成的木桶。哦，放牛羊、养鸡鸭的木桶。木桶非常大，巨人造型的木桶。是我们看到很多拍照打卡的景点。对，所以像以地景艺术来说，我们也是结合了这些特色，那希望让农博基地充满了文化，充满了乐趣，也充满了友善。那可以借着就认识很多东西。那当然将来希望这农博的基地未来因为科技农业是我们的方向，是像这些温室栽培，像这科技栽培的各种农业，让大家多一点认识。那未来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个育成基地。为什么呢？因为新的这个农业方法可以在这边讲习训练，那可以让青农各自回乡，那么来从事农业的这个工作。那其实我们的桃园目前的农业项目，虽然大家以为桃园是工业为主，农业其实在我们桃园的比例没有那么高，但是呢，我们农业的每个项目都是小而强、小而美，是。所以你到时候看到的茶叶馆、花卉馆、这个绿迷宫，你都会发现原来桃园有这么多东西。其实你们现在看到的花卉博览会用的花，有很大比例都是桃园生产的。桃园的花也是挺有名的，所以其实市长提到这些丰富多元的内容除了被展现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一直在强调的是循环经济，表示这些资源、这些要展现的主题会一再的被利用，甚至可以加深强化。好，最后我们还有其他乡亲朋友也会提出一个发改，我们请这位先生。市府在这边办了很多活动，不管是那个浪漫台山线还是海客啦，或者是说桃园莲花季地景艺术节、花彩节、彩艺节，现在正热闹那办了这么多活动，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在基层，希望就是说这些活动不管是横向或纵向的一些做很多的连结，让全省各地或者外国人都可以到我们桃园来看我们的。不只是在新屋，拉到平镇、杨梅、观音。是。那目前这方面的这种系统，就是地方上有什么建议？希望加强那个连接。我们希望就是说有这么多的一个景点，如果请市长这边能够规划一些旅游的动线，不管是一日游、2日游，我们现在也有民宿来做一个串联让这整个大桃园更加蓬勃发展。是整个休闲农业整个做大。谢谢这位大哥。还有了解信上，给大家好给农业博览会是市长一个政策记到了让新屋本大家看到讲，伫新丰就按到的农业韩国安进步很希望那个市长可以让新屋的农业可以发展，让新屋的农地可以活化因为因为新丰特别没发展，因为因为土地受到限制的。然后今年好不容易就在国土计划法希望市长再看见新屋把新屋的农地让它可以多一点活化的机会新丰才这个，谢谢。谢谢郑市长。我们的农博是一个明珠，好了，这明珠周遭的相关景点跟我们的市政乡区怎样做一个旅游的行程的串联？因为我们这里文化相当丰富，这希望大家看到把这里的农博做大到整个串联。今天你作为东道主是主人家，对全台湾的这个乡亲开始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农博。农博期间有社区小旅行，有9条路线。那附近有观音莲花休闲农业区，有白沙甲灯塔，有甘泉寺，那也有新屋的石户，也有我们的关心早教，还有永安渔港。所以这附近大概就有5、6条旅游动线。人来到农博可以走得出去这些地方。我们其实，在观旅局已经在农博的这个期间正在透过各种方式推销这9条旅游动线。那也结合到想去大溪老街，想去这个观光工厂，想去这个我们的中立体验客家美食都可以。所以这个周边是把新屋农博跟桃园连接在一起。那第二点就是未来这个农博跟永安渔港这里，我们希望桃园已经有5个休闲农业区。是。那新屋是最大渔民之乡，一定要发展休闲农业区，将来可以有民宿、休闲农场，甚至主题的餐厅，可以让更多游客体验，甚至住宿，1日游变2日游。那我决定在
以永安渔港为分界，以南的地方发展海洋客家休闲农业区，以北就农博这附近发展农博休闲农业区。哦，主题不一样。对，那这样的农博基地你来看了以后，你在附近的农场、附近的这个民宿也可以住下来，所以会让整个永安加农博成为2个动力带动着整个周边的旅游。那所以未来也要有常态经营的打算，让像以观音的经验来说，以前莲花季只有办1个月、2个月，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半年，那甚至平常都有很多人。那所以未来民宿多了，我们这边的1日游变2日游，所以这个也是要长期耕耘。那至于说农地的这个活化这个就是要等这次区域计划的这个把它调整好，哪些不适合作为农用的，那必须要让它释出；哪些作为核心农业区的，必须要保留。这个要画得准一点，也不能说让新屋整个都是特农区。那这样的话，新屋的都市发展、新屋的乡村区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那我们也希望新屋这边除了农业以外，我们也有一些产业会进来，没有污染的，高科技产业可以进驻。那让这边的这个就业机会增加，让新屋成为我们桃园城乡之间的一个我所谓的一个绿色的乡镇，乐活的这个农村。那我觉得这个目标要达成过去建设太少，现在在加强建设。那农博是一个亮点但是我想农博不只带动新屋，会让大家看到未来台湾农业的方向。那也会让大家看到我们原来农业、科技、文化、生活都是结合在一起的。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教育的园区。那希望农博结束后，我们还是很多的学校、很多市民跟游客都可以再来。谢谢市长。从你从个讨论，你看到其实农业博览会多彩题不但是这整个地方上的农产业，还有族群文化的一个共同展示之外，未来呢好像也是一个胶水，可以胶着粘合周边相关的景点，发展更长远的整个休闲农业的社区规划。其实很珍贵的是看到彩题感农民桃园人，因为我们的农业博览会提高了在地的认同感。当然，希望这个认同感是固着型的，可以借由刚刚市长提到的，即使在低度仍然是维持永续营运，然后低度经营的情况之下，让这个好好的去发挥它的功能。那当然，我们也预祝我们的农业博览会就顺利圆满成功。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村民台会也特别感谢我们郑市长来参加，再次谢谢你，感谢大家，你再会了哦。